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3月23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，还有胡一静老师。胡适上个周五连着2记闷棍，金融消费者已经被敲晕了。原本想这个周末一过，是不是让金融消费者缓一缓？结果今天不是闷棍了，直接改成刀子捅。我想起了这个春节杀年猪，这个小伞就像那个年猪一样的，被摁在这个地上，直接拿刀子放血。今天股市走势什么话也不说了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跌破了3800点，沪指尾盘虽然弹了一下，但是没什么卵用。3月23日，市场全天震荡调整，三大指数低开低走，盘中均跌超 4%， 沪指尾盘勉强守住3800点，截至收盘，沪指跌 3.63%， 深成指跌 3.76%。创业板指数跌 3.49%， 这个跌幅无论怎么说都是巨大的，可以说这个是近10年也是比较少见的，一次跌了最多时候跌 4%， 这个让金融消费者知道了什么叫资本市场，什么叫赌场。今天是将近5200只股票下跌，不到300只股票上涨，那基本上95%以上的股票都在下跌。如果今天哪个散户说跌幅低于 5%， 那你都算是赚了。大家还记得年初的17连阳吗？连拉了17根阳线，这17根阳线已经在这几天全部给抹掉了，涨了17天，跌下来这种几天，腿脚不利索的都被一网打尽。其实这个都不可怕，最主要是这么跌它都没有放量。沪深两市成交额 2.43 万亿，比上个交易日多了1500亿，不到1500亿，但是这个成交量 2.4 万亿，这不算多。你相比较，它动不动涨的时候就是3万亿、3点几万亿，这几个交易日下跌都是2点几万亿，也就是它并不是放量下跌。我记得周四周五好像也就是2点几万亿，没有放量下跌，说明什么？虽然今天有恐慌盘，要不然它不会跌这么深，但是恐慌盘还不够多。老股民知道，就是说不放量你很难说它到底了，对吧？这就是说下面可能还要跌，这个过程中也可能要反弹。你毕竟从4200点下来没几个交易日跌了 10% 了，4197点到今天我看最低是3790多点，跌了将近 10%， 没有反弹，那它接下来有可能要反弹，对吧？当然也有可能继续往下跌一跌再反弹。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放量，没有放量就表示这不是底，可能还要跌，但是怎么走咱不知道，曲里拐弯，先往上弹一弹再往下跌，还是直接往下跌，这个谁也说不好。我不知道有哪个散户说还能赚钱呢？即便你是3000点进来的散户，我可以这么说，赚钱的恐怕剩的不到 5%， 就100个人里面顶多有5个人，3000点进来的100个人里面恐怕只有5个人能赚到钱，略有盈余，剩下的人都在赔。虽然他现在在3800点，好像你涨了800点，那 5% 的人如果还继续交易，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也得由盈转亏。连续几天，因为我观察了一下，从上周开始每天都是4-5千家下跌，只有几百家上涨，1000家上涨，400-500家下跌，每天都是这样。我不信还有散户能赚到钱。今天我刷了一下社交媒体抖音什么的，那些炒股的账号，那就是一个个的哭天抹地的，有很多人拿着自己的赔偿金，那很多码农被裁拿着补偿金跑去炒股，准备在股市找到就是换赛道，换到资本市场，想从中找到这个机会。他的机会就是他的赔偿金现在不停的在缩水。网上不有很多账号吗？那个账号名字或者是他的账号里面志向都是10万到100万，做梦觉得自己投10万能赚100万。我看很多账号现在都是3万4万了已经。比如今天大跌，说法很多，这个都有道理。有人说是地缘政治，有人说霍尔木兹海峡被堵了，油价上涨对我们就不利，所以冲击了我们资本市场。有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，以色列没打中美军的基地，打中了咱们胡适，打中了小散户的账户。你打以色列打美国不行，打不准，但是打我们大 A 的金融消费者那是一打一个准。还有人说特朗普要对伊朗要派出地面部队，要大干一场，我们先把军费给他凑上，
钱先送过去了，看你表现了。特朗普不要让中国的金融消费者失望，反正钱已经出了，你收了钱不能不办事。还有人说说美国美联储不准备降息了，你为什么？也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，油价上涨，美国通胀加剧，更不能降息。不降息，流动性就收缩，那全球的资本市场都遭殃。各种分析都有道理，都没毛病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它跌是正常，不跌才是反常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咱们天天说的，沙滩上建高楼，总有一天它要垮下来。这一次趁着这个机会垮下来，还保留点颜面。为什么？好歹亚太股市都在跌嘛，那咱也跟着后面跌，掩盖自身的问题。你看这个日韩指数也是暴跌，那韩国又是熔断，日本的股市也在跌，美股也在跌，感觉跟崩盘了一样。日韩股市走势也挺吓人的，但是各有各的不同。虽然大家都一起跌，都在跌，但是我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你拿了美股，那有可能那个美股是错杀，一旦这些外部因素一停，它会反弹回去，就被错杀的股票说不定还要创新高。但是虎市不一样，这个我在前几天就说过了，它跌下来上不上去，这不知道，你只能是自求多福，对吧？求佛祖保佑吧。有的股票下来就下来了，因为本来它就不值这个钱。大股东一逮着机会就清仓式减持，散户还傻里吧唧的这里还在讲故事。你说虎市有多少股票涨上去之后，这大股东都在减持，玩命的卖，你喜欢都给你，清仓式减持。但是就有那些什么金融消费者，也不知道受什么蛊惑，闭着眼睛去接盘。所以说你如果拿了美股，那你或许，我不能说全部，或许你还有翻身的机会。一旦这个事情消停了，这些导致它下跌的这因素解除了，它可能会弹回去。但是虎市不好意思，难道在沙滩上还得再建一次吗？上一周咱们还说4000点保卫战，现在一看这4000点不用保卫，直接就过了，一次就过。当然不光是资本市场，这两天黄金白银那也是跌得稀里哗啦的，黄金和白银把今年的所有的涨幅都抹掉了。黄金现在从高点下来应该跌了20%了，也就是说黄金已经进入技术熊市，回调已经超过20%，白银也一样。所以你看现在回头一看，无论是美股还是黄金还是白银还是咱们虎市，我在咱们会员节目里面一直在说，我们牛马韭菜想在这个方面赚钱太难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观点。即便你是炒美股想赚钱也不容易，你看现在回调，炒黄金白银那就更别，还比特币回调也很厉害，腰斩了。如果你要炒比特币腰斩，黄金白银还没腰斩，也就是跌了10几20%的，我不知道你这辈子能不能解套。这个资本市场说实话都是大钱吃小钱，都是那些巨头巨鳄割韭菜，咱们就是韭菜啊，咱们是被割对象，你跑去干啥？咱们应该远离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你也想幻想着去割别人韭菜，就连美股的相对规范，你也不一定能保证你在里面赚钱。黄金白银就别说了，那玩意儿这咱们根本就整不明白它为啥涨为啥跌，而且它完全是反着逆向思维。你要一直逆向思维也行，那也是个规律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时候逆向思维，它有时候又是这是符合逻辑。你按理来说，美国以色列跟伊朗打仗，地缘政治这么紧张，那黄金白银它不得涨吗？乱世黄金就得涨啊，结果它趁着机会跌了20%，你说这能谁受得了？好多人就是因为美国打伊朗，又无脑冲进这个贵金属市场，买黄金买白银，甚至有一阵他炒铜，是不是？这下好了，能不能解套都是问题。所以说如果我们这种牛马韭菜靠我们这认知你就能去赚钱，那你这是不尊重知识啊？这是对镰刀的不尊重，没有敬畏之心。所以我一直提倡的，这黄金白银不要碰，比特币咱也不懂，更不碰。我的节目这4-5年来一直这样，美股咱也不懂，是吧？这个少说两句，因为有人愿意定投美股，有人买纳斯达克指数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因为咱也不明白，所以不参与。那虎市那是越早离开越受益，早割肉早受益。你现在回头看看，是不是早割肉早受益？我上一次举过一个例子，一个作家，一个大 V 是吧？他买那个万科，我还举过这个例子。
万科在恒大爆雷以前，他是定投万科，他就看好万科，他一直买，他基本上就一只股票满仓万科，拿了几百万。后来恒大一爆雷，这个房地产股票就往下走，万科也在跌，好像万科跌到7块，他扛不住了，他比那个上海建工爷说要果断一点，下跌过程他不停的补仓，后来补到7块，实在扛不住了，7块还是8块，他就割肉了，一刀下去，赔了几百万。具体数字我记得不太清楚，是一个作家，名字我也不记得，写过啥我也不知道。后来那个万科它反弹了，弹到9块，对不对？他也后悔，觉得割早了，7块割了，再过个2周2个星期，他弹到9块10块，后悔。当时我就做节目，因为他在网上发了他的心得，我当时就判断他7块割是对的。你不要以为你10块你能割，如果7块不割，他还等到10块，弹到10块割，那叫上帝视角，那是事情发生过了之后你看的。如果你身在局中，到7块的时候你不割，弹到10块，你以为你会割吗？不可能，你也可能认为它到11块，到了11块，你以为它到12块，再坚持到15块，我就解套了。所以即使到10块，它也不会割。所以说，它7块如果不割，它一定会到10块，最后到现在的4块。我今天看了一下万科，4块。马上就到3块多，万科有可能在3块5，那又搞个平台，挣个半年，继续向下。你说这哥们儿如果7块不割，他现在估计就4块拿着的，裤衩子都赔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就是散户，我是这么过来的。散户的心理我太明白了，我经历过2轮牛市，我发誓不炒股的发了好几次，但是没用。第一次牛市是2007年还是哪一年？就股改那一年，干到6000点。在那个之前，好像当时900点的时候，我进去的。2000年，就是26年前，大概是那时候，或者01年，我入市，结果30万，还没1年，就给我干到11万，赔掉20万，将近赔掉2/3，还剩1/3。我那个时候我立马就1年的时间，我也很厉害，1年半还是1年，我记得不太清楚了。正好也赶上非典嘛，2003年不是非典吗？你说还能有好吗？但是我当时还有条件，叫装死，装植物人，我不看了。那个年代还退市的非常少，没有听说退市这一说。那股票越垃圾股越有人炒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当时立马就把账户一关，软件给卸载了。我当时我是电脑上炒的，我不去什么大户室或者是什么交易所叫什么券商营业厅，我不去，我是在电脑上炒。结果第一次30万进去，还没耍个1年半，立马就2/3没了。但是我就装死，当时我就发誓，以后解套了，死也不炒股票了，坚决不买，赌咒发誓。但是不准人提股票。我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不看任何财经节目，我也不看新闻，不看股市，跟我聊我也不聊。别人要问我你炒股炒的怎么样呢？那我肯定是冷眼相对，让他不敢再问了。我就要打心里边忘掉。结果就赶上那个股改，突然有一天我同事跟我说这股票暴涨。我想暴涨是怎么涨？他说现在已经涨到多少点了。后来我是吗？我才开始我看一下，果然涨了。我当时我也忘了我买的什么股票，什么多少，因为那个软件被我卸载，关键是账户的密码我都忘了。后来我就去营业厅打电话，把这密码找到，把软件再装上，再一登录一看，不仅解套还赚了好像1万2万。我一打开太神奇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账户的钱毁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记得我不看的时候只有11万、10万、11万的样子，等到我再打开的时候，它已经31万了。那当时什么以前发的誓，什么赌的咒，什么以后再也不碰股票了什么的都忘了，抛到什么九霄云外。当时也不懂，也不是特别这个研究。我一看散户，你知道吧？一看这个股票就捡便宜的买。但是江淮汽车3块，正好3块吗？我这一买正好10万股，我就买了10万股的江淮汽车。后来我是长线投资，我不是高抛低吸的，我拿着不动。江淮汽车后来涨到12块，最高11块，我的印象中记得不太清楚了。你想我赚了多少吧？我10万股，最高到11块。问题是啥？问题是我在9块的时候我还加仓了。散户就这样，3块涨到9块还加仓，觉得这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。当时9块的时候，我记得当时账户就小100万了。那时候一个涨停，别说涨停了，涨5%，5万块。当年30万的时候，一个跌停3万的肉疼。现在随便涨一下，我这就5万了。你想想，过去那些什么
心惊胆战，那些委屈，那些什么担惊受怕，那都微笑一过，叫什么一笑而过。现在多刺激，就稍微往上涨一下，一个涨停就10万，两个涨停就20万，什么概念？后来就又加仓，我记得我加了多少？我加了30万多少？我记不太清楚了。赶上半夜鸡叫530，结果连着几个跌停，我本来是赚了几十万的，赚了2倍、3倍，结果我的钱还没捂热啊，如数凤凰，而且还赔了，因为你上面加仓的，9块多加仓的那个好。后来我又发誓不炒了，打死也不炒，这回教训深刻，以后再也不要碰股市了。后来第2轮牛市是15年还是14年开始啊？那时候又说股市好了，又开始进去，这回拿的钱更多了。几年是13年什么时候？反正过了2、3年我也进去了。但是据说那个牛市又要来了，散户就是既吃不记打，过去发的毒誓全忘了，又进去，又找刺激，结果这回赔的更多了。最终经过2轮牛市，我赔了300万。所以我现在看到社交媒体上那些博主在那痛哭流涕，各种悔恨，各种发毒誓，以后再也不碰股票了。给我一个机会涨停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只要解套的，我死也不碰了。我想想就笑，你知道，很难。就像我天天在这讲，胡适不能碰，不要买。这胡适沙滩上建高楼，这胡适都是欺诈善事，财务造假。但是好多人不听，好多人认为，你看股市不涨了吗？你天天在这唱空，没有办法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。你可以说我说的不对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胡适36年来，胡适已经36年，多少人参与过，多少亿人参与过，真正赚钱的才多少人？你把这个比一下，对不对？你除一下，幸存者才多少？那你就是那个幸存者是吗？你不要看你现在赚点钱，我还赚个2倍，对不对？有什么用？你再赚个10%、20%就不行了。我第3次杀进胡适，因为我痛定思痛，我觉得我以前炒股票没有仔细研究技术，这一块不行，咱还得从技术入手，作为一个技术流见了。所以最后一次入市的时候，天天研究技术，天天看 K 线，研究这个什么老鸭头，结果一样，你越研究技术，越赔得很。胡适它就不是韭菜、牛马什么在里面赚钱的地方，涨跌有可能会看错，但是这36年来，有几个人通过股市赚到钱了，改善了生活，什么实现了财务自由，什么不用上班，有没有？有几个？你知道基数有多大？几个亿，里面有几个人？所以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，我们牛马韭菜，实际上从根子上要抛弃那种什么一买一卖能赚钱，通过一买一卖，通过交易，你就能不用上班，你就能实现财务自由，你就能那样，不要做梦了，这是一种幻觉啊。牛马就是8小时就换钱，换了钱之后把这钱看住。这个市场啊，设计者就是让你牛马天天8小时去做贡献，做完贡献之后，他又通过资本市场，或者是黄金白银，反正无所谓，通过某个工具，再把你那8小时辛辛苦苦攒的钱给它没收回去，让你接着干活。所以我们牛马韭菜要做的是，辛辛苦苦这8小时赚的钱把它看住了，坚决不要让人没收，不要让别人哄出去了，骗走了。只有极少数人，他赚了一笔钱之后，他跑了，他不玩了，鸡贼，这样人他说不定真的就赚了，他以后他也不玩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。你第1次如果这么干赚到钱了，你就有第2次，你第2次赚到钱了，那还有第3次，这叫路径依赖。最后总有一次把你一把抓住，前面赚的钱一把退回去，你还得把利息给付上。所以赌场就是这样，赌场不怕你赢钱，就怕你不玩，你真不玩了，赌场那就输了。所以这几天连续大跌，3月份最高点4197到今天最低点是3790多点，整整400多点，将近10%的跌幅。就短短的这10几个交易日，希望很多在里面搏杀的这些散户能清醒过来。别的不说，虽然你到现在不赚不赔，有人没赔钱，但是那你这2年，你说你天天盯盘，从早上9点就开始兴奋激动，不顶劲的不转睛盯着你那个屏幕，完了你的心情随着 K 线图上上下下起伏，中午吃饭都没心思，囫囵吞枣对吧？胡乱对付一下，
完了1点又开始盯着，到了3点收盘了，懊悔，要么兴奋，完了之后还得复盘，完了之后又看新闻，跟人交流，整个的就围绕着股票，赔钱了耷拉着一张脸，心情不好，身边的同事、朋友、亲人、家属、孩子、父母看着都不舒服，稍微涨了点兴高采烈的，是吧？手舞足蹈，每天都这样。到了节假日、周末还得关心，为啥？特朗普他不让你消停，他一到周末他就搞事，对吧？一到节假日他要打仗，这边一打仗你这也担心了，马上开始这一个周末都过不好，天天看新闻，看人分析，这个影响不影响？有的时候周末来个好消息，这个周末都睡不好，兴奋，盼着周一赶紧开盘，见了。所以炒股的人，不管你是多少钱，只要你一旦入迷，一旦去炒，你这整个的你就围着股票。这2年，你说说，如果你没赚到钱，你这2年你就在股票上花了多少时间，学了多少不能变现的知识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最新的什么科研动向，半导体、算力、人工智能、智能体、龙虾，哪一个你都不能错过。今天那个什么 DeepSeek 还没整明白，那边又出来个智能体，又要研究，研究完还要消化，消化完之后还得看看你的哪个股票跟着沾上光，能沾边的。你说就这样，对吧？整个生活，只要你一炒股，你整个生活就被股票给牵住了，你又不赚钱，你是何苦呢？所以我说早割早受益，你既然错了，那就算了，直接一刀割下去，从此再无牵挂。我2016年还是17年，16年一刀割下去，现在10年了，真的做到了不碰。后来我到一家上市公司当总经理，当副董事长，我对资本市场有了更深的零距离接触。我去证监会开会，我去上交所、交易所开会，我跟券商、跟会计师事务所、跟律师事务所打交道，我才知道原来咱们的资本市场是这样的。那我就更不会去炒，我把我养老的钱，我把我辛辛苦苦的靠身体换的钱交到这样一个市场，那你为什么不存着？所以说连续这几天的大跌不是坏事，实际上可以唤醒一部分误入歧途的韭菜牛马，早点收手还来得及。现在手上还有点渣渣，好歹那本金还没亏完，你这么玩下去，迟早本金都能亏完。刚才已经说了，它无量下跌，也就是恐慌盘还没出来。说实话，我一直认为咱们2万亿的交易量里面，很多都是融资盘，去年融资盘一直创新高，那这个还没这些出来了吗？再跌他们要爆仓，一爆仓那就血流成河啊。实际上国家队撤出，这已经是个信号，还有那么多人居然无视这个信号啊！我一直说国家队含泪撤出，赚了钱，人家真是不想赚这个钱。这不是3000年那个专家和教授还有网民的股民不是呼吁救市吗？那人家没办法，人被逼的，人本来是不想进来的，你死乞白赖让人进来，好，人进来了，人家4100点走了，胜利完成任务，含泪把钱一赚走了。这些散户执迷不悟，还在里面搏杀，还到5000点、6000点、7000点，大股东都是迫不及待，恨不得是清仓式减持。这散户是执迷不悟，认为大股东傻，这么好的股票他居然清仓，这么好的概念，又是航天，又是什么算力，又是智能体。所以说1000到1万，还是希望通过这次黄金、白银、比特币、美股、沪市这一轮暴跌，实际上要敲醒很多韭菜牛马，踏踏实实的做自己擅长的事情，不要把钱放在这些地方，妄图通过一买一卖赚钱改变命运，这个都不现实。你想一想，你开户有没有托人，有没有找关系，有没有给人送礼？如果说你一买一卖就能赚钱，我跟你说，开户你都是找人送礼，否则你开不上，不让你开。那时候就是限制见了。所以最后大家也别再找什么原因了，什么分析为什么下跌，它应该下跌，它就是沙滩上建高楼，它本身就不值这个钱，它的病根根本就没治好，一个完全脱离基本面，跟基本面没什么关系的一个市场，它不就是个赌场吗？赌场都不如。今天我看到网上有网友说，远离黄赌毒，年轻人远离黄赌毒。什么黄赌毒？黄就是黄金，赌就是不是就是赌场，赌是什么？赌是奶茶。我看有网友说黄赌毒，现在年轻人要远离，希望还在胡适的叫博傻，不叫博杀，博傻的
早点醒悟啊，早点回归正常生活。没事健身，没事看看书，摆个地摊送个外卖。说到送外卖，这简直是黑色幽默。今天5200只股票下跌，但是有几只股票是涨的，一个叫什么雅迪、新日、爱玛。当然了，这个有港股的雅迪、新日、爱玛居然涨，为啥？有网友说，原来他们都是生产电动自行车的。电动车，这股市跌成这样，有更多的股民没有办法，只能就买一辆电动车去送外卖去了。所以利好电动车企业，所以今天爱玛、新日、雅迪暴涨，你说这不是黑色幽默吗？当然，这个也告诉我们这些金融消费者，如果你立志于在胡适搏杀，你最好留一辆买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钱，到时候可以通过送外卖翻身呢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